那征服的八端，能指引我的人生，不再迷茫，如同飛鳥在天空中翱翔，心靈的旅程。你哋唔使喺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，因為喺地上會有蟲蛀，亦都有獸食；喺地上會有賊挖洞偷竊，但應該喺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，因為嗰度冇蟲蛀，冇獸食，喺嗰度亦都冇賊挖洞偷竊。因為當你嘅財寶喺嗰度，你嘅心就必定會喺嗰度。眼睛就係身體嘅燈，所以你嘅眼睛若果係健康嘅話，你嘅全身就都光明。但係如果你嘅眼睛有咗病，你嘅全身就都黑暗。咁樣你身上嘅光明如果成為咗黑暗嘅話，咁樣應該會係幾咁黑暗呢？冇人能侍奉兩個主人，佢或係要恨呢一個而愛嗰一個，或者係依附呢一個而輕視嗰一個。你哋唔能夠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錢財。就因為咁，我同你哋講，唔使為你哋嘅生命憂慮食啲乜嘢，或者飲啲乜嘢，亦都唔使為你哋嘅身體憂慮住啲乜嘢。難道生命唔係貴過食物，身體唔係貴過啲衫咩？你哋仰觀天空嘅飛鳥，佢哋冇播種，亦冇收穫，亦都冇喺糧倉裏面囤積。你哋嘅天父仲係養活佢哋，你哋唔係比佢哋更貴重咩？你哋中邊個能運用思慮，使自己嘅壽數增加一肘呢？關於衣服，你哋又憂慮啲咩呢？你哋觀察一下田間嘅百合花點樣生長，佢哋既冇勞作，亦冇紡織。但係我講俾你哋聽，連撒羅滿係佢極盛榮華嘅時代所披戴嘅，亦唔及呢啲花其中嘅一朵。田地裏面嘅野草今日仲喺度，聽日就要投入火爐裏面去。天主尚且咁樣裝飾佢，信德薄弱嘅人啊，何況係你哋呢？所以你哋唔使憂慮話我哋食啲乜嘢，飲啲乜嘢，着啲乜嘢，因為呢一切都係外邦人所尋求嘅。你哋嘅天父早就知道你哋需要呢一切，你哋先應該尋求天主嘅國同佢嘅義德，呢一切自會加俾你哋。所以你哋唔使為明日憂慮，因為明日有明日嘅憂慮，一日嘅苦足夠一日受啦。聖經注釋：以眼比喻人心，如人心不為物欲所迷，只想望天上嘅事，人嘅生活自然合乎法度。如果唔係，必定會是非不分。一走，即係話一陣間嘅功夫，使自己嘅壽數增加一走嗎？呢句說話可以譯作使自己嘅身量增加一走呢？